蔡約翰馬房嗰隻5歲嘅紅桃新星，今季 starting 56分，上場喺跑馬地草地1200米試咗用放頭跑法，點知就輸咗。今次佢哋又喺跑馬地跑1200米，不過就換咗艾杜拿騎，仲要孭重磅132磅。你睇下佢喺第11檔咁外嘅檔位起步，都係焗住喺第3踏後面啲嘅位跑，前面啲馬帶得唔算快，去到最後400米佢喺外踏開始發力，去到200米都仲落後成4個身位。點知最後佢竟然可以喺好地跑出1分10秒81，末段仲有22秒98咁快，後上追到第3，輸俾咗銀刺勇士同埋金運來少少。你知唔知啊？嗰日啲馬跑正常至偏慢步速，佢咁樣喺大外踏同埋後上跑法之下，竟然可以跑得比標準時間慢得3個馬位咁少，真係算係咁啦。賽後又冇乜特別報告，睇嚟狀態都 OK。跟住啲新聞就講，嗰場4班谷草1200米。銀刺勇士喺第一檔起步，臨尾啲賠率由2.2倍跌到1.5倍，誇張到呢？結果真係飛到馬到，全程捏住喺前面跑，轉彎嗰陣攝出中檔再發力，同隔籬隻11倍冷門金運來鬥撐死，最後險勝。佢今季跑咗3場，贏咗2場，仲攞咗1次第2，真係好銳利。仲有啊，銀刺勇士得1.5倍 W， 係今季谷草最熱嘅頭馬，亦都係騎師喺香港最熱嘅 W。另外，見習騎師黃志宏連續4日都有馬贏，嗰日贏到第8場。佢師傅方家柏都唔弱，頭馬數去到13W， 唔俾廖康銘拋離太遠。嗰場跑第3同第4嘅，就係後上嘅22倍冷門紅桃新星同埋班德禮騎嘅妙玲瓏。未來走勢分析，睇紅桃新星今次嘅表現，雖然冇贏到，但係喺咁不利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後上跑到第3，證明佢降班之後狀態真係開始冒起。上次試放頭唔掂，今次用反後上跑法就即刻有改善，反映佢可能比較適合後上跑法。蔡約翰啲馬一向都係慢熱，好多時季尾先嚟料。紅桃新星依家狀態開始提升，相信蔡約翰應該好快就可以幫佢攞到今季第1場頭馬。尤其係如果之後啲賽事步速快啲，俾佢有機會喺後面慢慢追，佢嘅後勁可能會更加突出，到時贏馬機會就更大。所以如果之後見到有快步速嘅場合，真係要留意下呢隻紅桃新星啊！記得訂閱同埋推介俾你啲朋友，一齊睇下佢幾時可以開齋。廖康銘馬房嗰隻3歲新馬大愛無疆，今季 starting 52分，第一次出賽跑沙田草地4班1200米，穩咗奧爾文騎，孭127磅。你睇下佢喺最外嘅14檔起步，竟然可以搶到頭帶放。前面啲馬帶得幾快，點知去到最後400米，佢突然間勁向外閃，走出咗外踏。去到最後200米都仲落後緊1個馬位咁滯，點知佢竟然可以力追，最後喺好地至快地跑出1分08秒84，末段仲有22秒75咁快，後上攞咗第1。你知唔知嗰日啲馬跑得幾快？係嚴重偏快啊！佢喺咁嚴重外閃嘅情況之下都可以贏到，真係勁到冇朋友。賽後報告話，雖然奧爾文已經盡力控制佢，但係去到差唔多550米嗰陣，佢都係急速向外斜跑，仲有抗議添，話佢阻到第2名隻佐治傳奇。競賽小組就同練馬師廖康銘講，呢隻馬一定要喺沙田草地跑道嘅彎位快操合格，仲要喺彎位試習合格之後先可以再出賽。跑完梗係要驗尿啦。跟住啲新聞就講，嗰日第2場4班1200米限制賽發生咗抗議事件。廖康銘馬房隻初出道嘅大愛無疆，入閘前啲賠率跌到2.8倍大熱門，點知佢起步搶放之後，轉彎嗰陣突然間勁向外避，仲阻到後面想上前嘅佐治傳奇。但係佢入到直路又可以重新衝上嚟，仲要首先衝過終點。不過賽後馬場即刻亮咗言訊燈號，之後第2名隻佐治傳奇嘅騎師潘頓就對賽果提出抗議。不過競賽小組最後判定抗議無效，大愛無疆維持冠軍。廖康銘嗰期真係旺到爆，已經連贏12個賽馬日。未來走勢分析，呢隻大愛無疆真係初出道就搶晒鏡頭。300萬澳元買返嚟嘅周歲馬果然唔係浪得虛名，咁早熟就已經有咁嘅表現。佢起步可以搶到頭放，證明佢有速度，最後嗰段又可以頂得住後上，爆發力都唔錯。
雖然轉彎嗰陣有嚴重外閃嘅問題，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都可以贏到，真係天賦異稟。廖康銘依家士氣如虹，連贏咁多日，呢隻大愛無疆睇嚟會係佢今季爭冠軍嘅其中一隻重要棋子。不過佢轉彎外閃嘅問題一定要搞掂，唔係之後跑啲更重要嘅賽事可能會出事。競賽小組都要求佢要試習合格先可以再出賽，相信廖康銘會好好處理呢個問題。總之，大愛無疆呢隻3歲馬潛力無限，如果可以克服到轉彎嘅問題，前途真係一片光明。大家要長期接實佢嘅動向，睇下廖康銘點樣調教呢隻明日之星。記得訂閱同埋推介俾你啲馬友，一齊見證佢嘅成長。